彼得后书第3章。亲爱朋友，我现在写予恁的是第2张批。我写这2张批是要提醒恁来激起恁纯洁的心智。我爱恁会记得古早的正先知所讲的话，甲恁的使徒所传咱的主、救主予恁的命令。上要紧的，恁就知，伫将末的日子，有一寡趁需要生活的人会出现，甲恁提笑，讲主应允要来临，当安怎？伊伫倒位？咱的祖先拢死去，毋过对创世以来一切拢同款。因故意无视这个事实，就是伫古早天对上帝的话受创造，地是对水，嘛用水来形成。当时的世界是互水淹没来毁灭，毋过现在的天甲地嘛同款对上帝的话得到保留甲审判，甲不虔的人互迄毁灭的日。亲爱朋友，有一项代志，请恁毋通袂记得，就是对主来看，一日哪准1000年，1000年哪准一日。有人想讲主延迟伊答应要做的事，其实伊毋是咧延迟，是咧容忍恁。无爱有人灭亡，爱逐个人拢悔改。毋过主的日会亲像贼仔忽然来，伫迄个日，这个天会伫大的响声中消灭，天体黑火烧洋，地甲地上一切的被造物拢消灭。既然这一切会安尼毁灭，恁着安怎做人？恁的生活着圣洁、敬虔，听候上帝的日赶紧来临。伫迄日，这个天会互火消灭，天体会互火烧洋。毋过，咱咧听候的是上帝所应允的新的天、新的地，伫遐公义永远得到建立。所以，亲爱朋友，既然恁咧听候这个代志，伫上帝面前就尽力追求无缺点、无通指责、通甲伊和好，就将咱的主的宽容看作恁得救的机会。这嘛是咱亲爱的兄弟保罗用上帝赐予伊的智慧写批所劝勉的。伊所有的批拢有讲起这个事，伊的批有一寡好理解的话，互遐个愚戆无定性的人甲伊曲解，拄甲因伫曲解其他的经文同款。结果因家己讨灭亡。所以，亲爱朋友，恁既然大声知这个代志，就警戒，才免互歹人用错误的言论带恁行错误的路，离开恁坚固的立场。就伫主，咱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下，甲对伊的认识继续进步，愿荣光归予伊，对现在直到永远。阿们。